就在3天前，我的妈妈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哎呦喂！哎呦疼！你赶紧起来呀！这不扶我一下。那你躺着示众吧。刘秉之，刘秉之！8点了还不起呀？烦不烦啊？这才几点钟？我以为他会一直在家，就算未来我去到其他地方生活，他也还会在家。恳请道歉，我的舞蹈课要迟到了。我真的没有爸爸。我就是你爸爸呀，我又当爹又当妈。出事了！出事了！你妈突发心梗了。我不要沙滩小岛、马车和城堡，我不要人山人海、热情的尖叫。等我都快值钱了，你就不用工作了，我买个大房子来养着你，我能造你。你画画就是为了赚钱的，画本来就能赚钱的。你赚钱为目的的画画，没有一个能成功。但是你好好的画，老天也不会亏待你。的是我都不生气，你能生什么气啊？再说了，这孩子有创造力吗？那是值得鼓励的事儿。